为期2礼拜台湾灯会伫台北闭幕，交通部观光局表示，除了台湾灯艺术的作品，也有来自7个国家、22个城市的展览，甲各种表演节目相当精彩。根据统计，今年参观人次高达1256万，已经破历年纪录。闭幕典礼上，台湾市长黄伟哲嘛率领市府团队前来参加。仪式当中，交通部长正式交棒予台南，嘛招大家明年来台南看台湾灯会。台南是一个充满文化历史的一个古城，所以明年的精彩我们很期待。刚开始这个2月5号，我们这个要拍手下雷哦，我说那是很高兴的一天。今天要下雷哦，也是觉得这个大概结束有点悲伤的一天，但是台湾灯会在台北的结束，代表另外一个开始。台南的灯会，2024的台湾灯会会在台南。我跟大家相约，明年2024台湾灯会在台南见，好不好？市长甲市府团队除了实地学习台北经验，嘛表示明年台南建成400栋，将以传统甲创新，伫安平甲沙仑的主场地设立主灯，请大家期待台湾灯会伫台南绝对精彩。能够圆满2023台湾灯会，缔造1000万人次的观赏，我想这不仅是一个城市的成功，也是台湾的成功。众所周知，台南市是文化古都、美食之都、宗教之都，也是科技新都，并且在明年2024年，台南将迈入400年的里程碑。我想，这样子的一个活动，台南市非常期待，也必将把最好2024。台湾灯会呈现在国人面前，璀璨荣耀台湾。明年台湾灯会伫台南市举办，嘛是15年后再次回到台南，向前台南展望后一个100年。台南新闻综合采访报道。